我哋今日又嚟到雙城南安啦，呢個非常之受香港朋友歡迎嘅港人大社區啊！依家3棟樓王單位呢，79到110平方，3到4房任你選擇啊！最主要係依家購房呢，去享受3大優惠。第一，直接享受2萬蚊嘅購房補貼啊，直接返現金俾你。第二呢，我哋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你啊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第三呢，首期啊只需要5萬蚊，而且呢，精裝現樓即買即收樓啊！我哋依家就去睇睇呢個屋苑係點樣噶啦。首先講交通，門口就有路巴車可以直接返香港太子同荃灣，5分鐘去到中山城北高速口經深中通道返香港啊，5分鐘車程仲可以去到萬明匯上城 V Park 行街食飯，3分鐘去港口醫院，仲有10分鐘去到中山山姆超市啊，而且山姆極速達已經覆蓋咗成個小區啦。呢度喺中山第一個將康養智能系統搬返屋企嘅度假式屋苑。做咗呢度嘅業主就可以享受華為 AI 智能服務，比如業主向屋企發生意外，即時就會通知返屋企人，管家第一時間上門服務。最主要係呢3大服務，定期仲會有人上門幫你測三高，陪同你外出睇醫生，仲會教返你用香港嘅醫療券，仲有家居保值服務啊！3分鐘就可以到港口醫院，呢邊交通醫療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OK， 我哋依家就嚟到沙盤啦，成個小區一共係6棟樓嘅，依家賣緊係3棟嘅樓王單位啊，可以見到啦，我哋3棟係位置最好嘅，景觀最靚嘅，一共係2梯4房，有79平方、89平方同110平方啊。咁79平方喺南向睇到無遮擋嘅河景嘅，價錢73萬；89平方價錢係90萬，都係南向無遮擋景觀。再睇翻我哋110平方啦，係南北通透嘅戶型啊，總價係90萬。上邊嘅戶型全部都係帶埋精裝現樓即買即收樓，1個月就可以攞到紅本噶啦。最主要係首期全部都係只需要5萬蚊啊。OK， 我哋依家就行入嚟園林啦，可以睇到啦，呢邊嘅綠化唔簡單噶，係真正可以享受到嘅空間。樓下就係雙泳池啦，大人可以游水，小朋友可以玩水。夏天唔需要去逼沙灘啊，而且樓下仲有健身房啊、瑜伽室啊、麻雀室啊，呢度嘅娛樂設施都係非常之齊全噶。咁我哋依家就去睇睇我哋嘅屋苑啦。我哋睇其他嘅第3代住宅，89平方係咪只可以做到3房，而且仲係豎廳嘅戶型呢？但係響呢度89平方得房率100%，所以可以做到4房2個洗手間，而且仲係南北通透呢種戶型啊。呢個戶型響市面上邊係非常之受歡迎嘅，總價只需要90萬，帶埋精裝修，即買即收樓。同樣噶，可以睇到啦，我哋4間房2個洗手間，每間房嘅空間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佢嘅飄窗全部係打咗，實用率係非常之好嘅。呢個戶型你覺得點樣呢？對面呢間110平方，可以過嚟睇睇，都係一樣南北通透嘅戶型，4房2廳2衛。同89平方對比呢間屋苑佢嘅每個位置仲有每間房空間都會大少少，但係總價只係相差8萬蚊啊！呢間屋苑總價98萬，首期同樣都係5萬蚊就可以上車，帶埋精裝修，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。咁2個戶型，你覺得邊個更加啱你心意呢？OK， 屋苑就同你介紹咗啦，咁你幾時過嚟現場再望一望呢？依家首期只需要5萬蚊啊，就可以上車咁有品質嘅港人大社區啊！如果有興趣嘅話我先發詳細資料俾你睇睇先。